哦，就这样，咱有讲，啊，食不空，空不食，好啊，这个想法。以咱的身躯来讲啊，咱的身躯对头到尾，拢底啊，对头啊，内面的脑所有的脑甲咱的五脏六腑，拢安排甲麻麻。肠啊、肠道、骹手啊，所有的应该伊的啥物，伊的一切啊，拢伫咱身躯天平。啊，伫咱身躯天平那个动作上，是这个色，对吧？五脏六腑内面，伊有啥物物咧甲啥？咧甲组成啊？我有听着讲，咱甲看心脏，你甲一个心脏甲破开，伊内面是问啥物？咧甲组成这个心脏。这心脏会从对内面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咱拄则阿正讲，迄个金字塔是这个体，所以咱人讲要找无法，人是水底，毋过是毋知讲伊水底，啊，要搁去找水。共款咱的意思，佛法在世间，佛法在咱本身，啊，咱要去找佛法。伊咱已经见过咧啦，咱还要去找过咧啦。咱都已经徛伫路面啊，咱哪可以找咧？这互我下个话就是讲，以万物，咱啊听讲嘛，对五脏六腑，而且心脏就讲啊，我想若无心脏咧，我真袂我真袂听，心脏袂听，我真袂是遮讲的啦。尤其来讲，若无我过去的，你心脏嘛袂我，迄无而且叫做冲突啊。若无我无钱甲你消耗，你嘛感觉哇，拢是难过。所以咱伫遮咧冲突，为虾米原因？咱无看到迄个金字，咱无看到这个空，就是虾米？因为内面做一个咧来组成，天地万物，天甲地，若无即个虚空，若无即个虚空啊，咱三分钟来啊，对无？咱若无分钟，若无即个空气啊，若无即个5分钟，空气无甲你运转，咱爱安怎开始？所以毋是咱咧讲，我海感受，咱毋是咱咧讲，是安怎咱人都会搁在上，无看到咱本来情，无看到咱本来自性，是爱知道民主安怎包括咱身。你若看所有天地万物，毋足对过一个人。对无？毋过，咱讲，咱拢以为我出道，以为我这道场，或者讲在家人，在家来讲哩，你这个家庭，因为我大家我信，因为我公公我信，因为我呐，这囡仔爱听我，所以人讲佛法平等，如有个，毋知讲这个自性论，在线不见，在不见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伫遮甲你讲，如果咱若来达到咱色本空，空对色，色，互我来讲，以咱即个身体，五脏六腑有色无？有色。啊，啥物人咧甲组成？咱迄个自性本，迄叫做空性，迄个叫做身体啊，哦，是伊咧甲组成的呢。一切一切，啊那一切爱对，对无？一切一切。啊，咱就是安怎？哇，做伫遮讲，若无法度甲你消化，吼，你敢有法度呢？真正诶，若用人知。虽然曾主甲你讲一句话，德在哪里？曾主讲有一句话，德在哪里？德在西游。有无？靠在地。是安怎德会在西游？咱
咱袂使小看讲人家是小小的，那是做肮脏的物件。晒着哪有得，咱要相信。若无晒甲尿啦吼，伊会制造肥料，制造肥料通互咱安怎？来互咱的啥？身躯甲咱迄个皮肤，通过来互咱营养你甲看迄个屎尿，伊安怎？到尾会去食？迄个啥物？牛屎骨啊，屎，伊会撑大迄屎尿来食屎，安尼有道无？道到是。哦，所有一切一面影响，所有一切万物，拢有伊的道的存在。啊，所以我较甲你讲，这个种种呢，就讲比如咱的身心的冲突呢，的冲突是啥物？万事万物会起冲突。我拄则讲过，哎哟，白白比白白什么都无用呢？毋过你白白什么都用，你也起来会当无？对吼，白白无作用啊，嘴佫会食，耳仔佫会喘气啊，目睭佫会花，耳仔佫会听啊。但是呢，是安那你白白头好好才是。我即个嘴会食，我咧甲你啥？咧甲你保养你的身体健康，保养你的啥？生命生存。毋过你是安那？我的嘴看我啥问题？就是起冲突啊，敢毋是？哦，耳仔喘气一只。目睭看伊只，即我的功能拢比你白白较功能较好是，安那我拢比你厉害，就是起一个我慢，我是，我能，我见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人家，我们真的不可以真的光哈哈的不舍得，对吧？所以不可以有主宰观，我们人就是有一个主宰意，主宰要。主宰啊，哈，拢迄个有讲，主宰意，所以人家甲你讲，咱拢以二元对立嘛，以来以家冲突，所以就得大家伫咧定义，咱对无名可怕，无名可怕，所以世间的种种当冲突即个物件出来，就是因为咱的啥物？咱若有冲突啊，而且有二元对立嘛，伊会带你安怎？你会活得无自在。啊，咱本来毋知讲我有一个足和谐的根本，有一个足和谐的内面，我的身体里面你足和谐的对啦。我拄则讲叫做空，迄个是上和谐的。伊若迄个空若无起，你我做袂有个安怎办？对不对？是毋是吼？所以伊才甲你讲。世间内面啊，本来咱就是活迄个伊甸园里面，本来咱活伫天堂，本来咱是活伫净土的。毋过呢，由于我的二元对立嘛起来，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，迄个我是对啦。拄则讲迄个是，迄个毋是我，迄个毋是迄个毋是我咧找真正我的，吼，所以才甲你讲讲呢。咱拢毋知人活伫咱的净土内，净土吼，所以甲你讲咱，因为咱因众生的地位咱的本性无同，虽然能够一点点，毋过咱拢无，咱知影讲咱的道是怎样发展出来，毋过咱拢无认识，因为咱的习气矛盾变来物件是这样。了解，学习事情那是毋是了解吼？所以咱若无认清这个实相呢，咱要安怎去了解我甲一切众生所有看到的物件，这拢甲我一点。咱看到这是道的衍生出来的呢。你看到伊啊，这嘛道的衍生出来的呢。你看到这，对着这嘛是道的衍生出来的呢。啊，咱拢用伫倒位？咱拢用这个卡，咱拢用这个空间，毋过咱不地有，咱拢不地有啦吼。所以你才甲你讲，咱若有法度人投资讲，伫这个虚妄中间，咱有法度分辨出来嘛？安尼呢，世间的种种冲突，
伊拿出来，咱袂安怎，咱会以和为来，咱袂以讲，互咱的情绪，互咱的脾气毛病安尼走。咱今仔日是要来教安怎？咱今仔日要来教解，啊若无，咱唔知道，是毋是？但是呢，有条件的时阵，拢会跟你讲分转。要互你知影讲，你的心境到倒位，要互你知影讲，你的财产到倒位，要互你知影讲，啊，我搁为着即句话，搁来遮里起身干，那安尼我会解解，就讲安尼我去赚银钱，我无赚着啥。黄金。哦，这金仔会当买过来拖咱付的银钱，是毋是？那安尼我跟你做出面，我无想来看，是毋是？哦，所以才甲你讲讲。咁这就是有道意义在，要咧甲咱讲讲，咱拢颠倒梦想啊，颠倒梦想就是这个世界很难哦，是较高啊。所以我讲到遮就煞啦。如果咱有一天你会当拍开咱的迄个啥智慧，你若了着迄个根源啊吼，若了解到迄个根源的时阵呢，你会了解讲，即个存在的事实啊，毋是以前所所过的生活，所以真的呢，咱若以源头也到迄金字塔迄个源头，绝对来金字塔就是这一切物件，咱拢共款爱你里内底大海里面，咱自修读到一定爱你，遐只管众人的，啊，咱要安怎模糊到从一个点，那个点你要怎样啊？这个动的是这样。